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10月16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61篇，以赛亚书54章11节到17节，使徒行传17章22节到34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毋捌的神啦吼。最近美国的大联盟的棒球这个季后赛足火热咧进行，有美国的联盟甲国家的联盟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冠军赛伫迄个观看台顶悬的观众反应，其实嘛看因嘛是种趣味啦伫比赛现场的主场、官方单位，拢有一组人专门咧控制遮的字幕啦、放音乐啦，甚至讲主场的球员拍出全垒打，就负责放烟火，也是讲这个拍灯安尼有真侪时阵会发现观众拢会做一个安尼画休啦也是讲做伙做某一种动作。甚至会对着这个音乐来拍谱做动作，其实这拢是工作人员伫这个云幕顶悬的要求主场的这个粉丝因着真自然来配合。这动作会当看见讲这种群众运动的力量甲伊的危险性啦不过呢，咱知影大部分伫美国咧看球赛的这的球迷因对家己所爱的球队啦、球员啦拢有研究，拢有淡薄的了解，甚至有期待啦这种的热情也嘛会当想象啦倒转来看迄个信仰上啦有真侪人就毋是安尼对家己所拜的偶像、神明无一定了解特别是有一寡宗教的想法是讲假拜假保庇但是因对这拜的对象无一定认识也有时咱会看到圣经记载以色列人，甚至咱讲基督徒嘛有安尼情形呢因为无捌无识就容易来离开上帝以赛亚书54章11节到17节记载，上主讲耶路撒冷，你这个受苦的城，你要互暴风吹扫帚，无人甲你安慰。我要用彩色的石甲你重建，用蓝宝石做你的地基。我要用红宝石甲你起城塔，会用发光的宝石做你的城门，用珠宝做你四围的城墙，你的囝儿拢会受上主教导，你的子孙拢会平安繁荣，你会因为秉公行义得到徛在，你无什么通惊吓，因为袂过受压迫，凶暴会离开你远远，恐怖袂逼近你，有人攻击你，是我引起。所有攻击你的，会互你拍败。你看，我做拍铁师傅，因分火炭和火焰，制作武器，我嘛做毁灭者，因起来施行造灭所有为着要攻击你制作的武器，无一项有路用。无一个伫法庭控告你的人一定袂胜诉，这是上主的仆人应得的产业。我要维护伊，互伊胜利。上主安尼来宣布。保罗伫进入欧洲开始传福音的时阵，伊去到伫雅典。咱知影雅典是希腊一个神圣崇拜的真重要的所在啦当这是希腊人嘛是多神主义非常容易接纳其他的神明，甚至咱讲的未知之神啦伊嘛会拜使徒行传17章23节到34节记载了这段保罗徛伫亚历
八股议场的中央，讲各位雅典人啊，我看出恁逐方面有强烈的宗教热情。我伫城内底行，观察恁敬拜的所在，嘛有看到一座坛，顶面写献互毋捌的神。恁所敬拜毋捌的神，现在我报恁知，这位创造宇宙甲其中万物的上帝是天地的主，无带伫人的手所起的妙事，嘛无欠用人的手所献的物，其实伊拢无需要，伊家己颠倒将性命甲气以及万物赐予全人类。伊对一个人做出逐种族的人，互因来徛起伫地面上的逐所在，佮大声甲因定年限甲徛起的地界。上帝安尼做是要互因来找伊，因若超找就会找着。其实伊甲咱逐个人三离无远，因为咱靠伊生活行动存在，亲像恁的诗人有安尼讲，因为咱嘛是伊的子孙。既然咱是上帝的子孙，无应该将伊的神性看作是甲偶像共款，是靠人的手艺用金用银，还是石头雕刻出来。人类也活伫无知的时代，上帝无追究，毋过现在伊命令全人类着悔改，因为伊已经决定的日子。要用伊所指定的人照公义来审判全世界。伊互一个人对死人中个活，用这个做凭据，互全人类通信。因一个听到死人个活的事，有人甲伊踢笑，嘛有人讲关系这个事，阮爱个听你讲。然后保罗对因中间出去。不过有一寡对伊去，诚做信徒，其中有这个阿列巴古的议员杜尼修，佮有一寡女士，这个女士叫做大玛丽，以及一寡甲因做伙的人。虽然保罗努力来介绍这位因也毋捌，因所敬拜毋捌的上帝。但是因有缘无愿意接受、相信，甚至有人踢笑保罗。当然啦，咱有看见，只要愿意接受并且相信的人，就会通得到救恩。这是圣经中间的应允吼。讲叫做爱主帮助阮学习，搁较认捌主，搁较愿意亲近主，愿意甲主同行，用疼心、热心、诚心来追求、来敬拜，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小名求，阿们。